来看，有美国媒体指出讲，美国搁要提供台湾将近5亿6700万美金，大约是181亿新台币，目前史上上大笔的军事援助。这项计划国会已经批准了，等下等待拜登总统签署通过。另外，针对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的决议，影响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，咱国的驻美代表嘛强调讲，台湾有充分的权利来加入联合国。台湾、日本和美国团结一致，更加强大。9.2大地当25周年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健甲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翕纪念影片，强调台湾、日本甲美国团结做伙，搁较强大。美国也继续加强挺台力度。美国媒体报道，美国会提供台湾约5.67亿美金，大约代表181.3亿的史上上大笔军援。这项计划已经得到国家大佬批准，目前只等待拜登总统签署。这个军援。它所透露出来的相关的装备，很可能就是包括标枪飞弹、刺针飞弹，还有托式飞弹、电磁作战的装备，来让台湾可以快速的增加对于战场的这个整合能力。学者也建议台美扩大无人机合作。美国商务部甲业界代表所组成的无人机考察团会伫2日来台访问，是地了解台湾无人机研发生产组装甲供应能力，对中国纽约年代第2758号国旗协助台湾的国际参与。咱国驻美代表吴大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强调，台湾有充分权利加入联合国。That's why it's so important to debunk 2758 because in that resolution, which is a short paragraph. It doesn't mention Taiwan at all. We have 23.5 million people, and we have all the right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. We are a sovereign, independent nation. 吴大雷也进一步表示，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军事、经济甲网络攻击等威胁，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，透过精进整体国防预算资源，提升高兵的战力。也强调民主会判国家公开挺台湾的重要性，要让中国清楚明白武力侵台会付出严重的代价，搁无法度成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